大米了，买大米了，今天的好大米，大爷，大米多少钱一斤啊？ 10块钱斤。这么贵啊？我家大米质量好，回去你看看。行，我看看。直接检查，不好不要钱。你这米看着就是好。这米到底要不要？老板，我便宜这个米。我便宜的。我是老客户啊。我便宜的，你咋看的？我是老客户，给我称。你老客户有啥了不起的？我给你20块钱一斤。行，这是给你。老板，你别慌，我给你30一斤。哎呀，你天天给我抢的。老板，我给你40一斤。算了，我不要了，咱不换你。大爷，给我称一下。好嘞，最后4斤，15块钱。好嘞。正好400，给你钱。走。卖了吗？卖了，好，换个地方。哎呀，就你找对你。